塑膠產業是台南重要產業聚落之一，外銷市場需求龐大。這次展覽除了實體展示以外，也特別規劃線頂媒合，邀請國外買家參與，協助廠商接軌國際市場，拓展接單機會。副市長也特別指出，台南的塑膠產業超過1500間，年產值有600億，是重要產業聚落。橡塑膠的產業在台灣其實是非常重要的一個產業，每年超過1000億的一個產值，而台南市橡塑膠這個產業非常重要的一個聚落，那有將近1500家的業者，每年有將近600億的一個產值。市府在2024年舉辦第一屆時陣響應熱烈，今年選辦第二屆工業展，規模擴大到260外個單位，展現產業創新甲交流的亮點。黃偉哲市長非常重視我們橡塑膠的產業的一個發展，所以在2024年就協同經濟日報共同來辦理這個橡塑膠這個工業的一個展覽。那今年是第2屆，所以比第1屆更為擴大。那有超過60個攤位的一個業者共同來參與這一次的會展。那在這個會展當中，從這個原料到整個所謂的機械設備，乃至於整個所謂的目前大家最重視的低碳的一個轉型、智慧製造等等，其實在這一次會展當中，都有最新的這些業者所研發出來的這些產品，包括周邊的這些配件等等。那也透過論壇，還有實際上的一個交流，可以讓更多的專業的業者在這一個會展當中，大家做充分的一個交流。經發局指出，這次展覽由經濟日報執行，並結合各塑膠製品商業同業公會共同參與，展現塑膠產業上中下游完整的供應鏈，同時聚焦 ESG 在塑膠產業應用。3月18到21日展覽期間，也將舉辦免費塑膠產業永續發展論壇、甲企業交流分享會，邀請3學界專家探討智慧製造、材料創新、甲永續製程等議題，協助業界掌握產業趨勢，促進交流合作。台南新聞張偉忠採訪報道。